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10月初的时候呢，不小心闯了一个红灯，然后还被警察看到了，所以就被开了一张罚单。还不了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先去看一下这个影片。好，那最近这个有罚款金额的罚单寄来了，它的总金额呢是490块。如果不想要被扣点涨保险，想要去上交通学校的话，那总金额呢是556块钱，相当于新台币17000左右，超级贵的啦。所以各位小娃娃们到美国来开车，千万不要闯红灯，罚单超级贵的啦。好，那罚单那么贵，我也缴不起。大家不要以为当 YouTuber 很好赚，像我这种规模的小 YouTuber 呢，其实真的没有赚很多啦。欢迎各界干爹干妈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来赞助我一下哦。好，那我所有赚的钱加一加呢，刚好够我生活用而已。所以如果我缴了这张罚单呢，那我可能也不用生活了。那我就看它这个上面有写呀，如果你缴不起的话呢，你可以去法院请求为你减钱，或者是让你去做一些社会服务来折抵。那我就上了我这个 county 的网站去查了一下，他就说如果你缴不起的话呢，你就填这个申请表。我住的这个 county 是可以填这个申请表来申请的，其他的地方我是不知道了。但我查了很多资料，很多好像也是说可以直接上法庭跟法官求情。我想我住的这个 county 应该也是可以直接上法院去跟法官求情啦。但我不是很想要上法庭啦，所以我还是填这个申请表就好了。那我现在就来填一下吧。好啦，我填好啦，也列印出来啦。那它这个上面就有写呢，是可以直接邮寄到法院，或者是亲自拿过去交都可以。那邮寄的话呢，还要付挂号费，邮局也不知道多久才可以送到法院。那到法院之后，也不知道多久才会被看到，才会被处理。所以我决定就不麻烦邮差了，明天亲自送过去。反正法院离我家也不远嘛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啦，就等我明天送完之后，再跟大家说说看都发生什么事情了。OK， 我现在刚从法院回到家，我大概的跟大家说一下都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到法院之后呢，要先通过一个安检，检查完进去之后呢，有一个办公室的大门，它上面写着 Traffic Court Clerk's Office。那当我在摸索是不是这里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警察跟我说，那个队伍在后面。我一看，我靠，超级多人的，我就赶快跑去排队了。那在排队的时候呢，我观察了一下我前后左右的人们，大家手上呢不是拿这张黄色的单子呢，就是这张罚单通知书或者是其他文件，再不然呢就是嘴里谈论的这种交通事务的东西，例如被罚了多少钱之类的。我想这个法院应该就是专门处理这种交通事务的，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是被开罚单的啦。好，那这个 Traffic Court Clerk's Office 呢，它不是法庭哦，法庭应该是在同一栋楼的其他地方。这个 Traffic Court Clerk's Office 呢，只是一个办公室而已，里面呢有一个一个的小窗口，里面坐着一个一个的事务人员。那大家来这边基本上不是为了缴罚单，就是来申诉的啦。那我就这样在那边排了差不多50分钟左右的队，差不多在30分钟的时候，我才终于进了那个办公室的大门哦。进去之后呢，又等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，才终于轮到我。我坐下之后呢，就跟那个办事人员说，我收到罚单了，但我缴不起，所以我来交这个申请书。然后他就拿去看了一下，说好，我会在今天帮你把这个交上去。那差不多在4到6个礼拜之后呢，会通知你结果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你就打电话来询问，或者是上网查一下。就这样我就离开啦。整个过程呢，差不多2分钟左右，我排了将近1个小时，坐下去差不多2分钟就结束了。这有点像是去游乐园做游乐设施，排了2-3个小时的队，好不容易才坐上去，一瞬间就结束了，感觉好像有点空虚。好啦，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空虚啦。法院那种地方，我也不想要待太久，没事我也不想要跟办事人员聊天。虽然接待我的那个人还蛮 nice 的啦，不像别的窗口的人脸一个比一个还要臭的。虽然他很 nice 啦，但我也不想要继续在那边待着了。因为我今天是刚运动完，还没有吃午餐，我就直接过去了，在那边又等了将近1个小时，所以我超饿的，想要赶快结束回家吃饭了。好啦，那大概就是这样了。我接下来呢，就等4到6个礼拜再来看看结果吧。好，我收到法院寄回来的信了，它上面是说呢，我的申请被拒绝了，因为我还没有认罪。OK， 我还没有认罪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早上呢又跑了一趟法院去问问看我应该要怎么做。那个办事员呢是跟我说了，我需要先跟法院约一个时间，然后在那个时间呢去出庭跟法官讲我的情况，然后再跟他请求看看能不能减钱，或者是让我做社区服务。那
那约完出庭时间之后呢，之前收的这张有截止日期的罚单呢就作废了，一切呢就等出完庭之后再说。那我选好了出庭日之后呢，那个办事人员呢就给我了一张纸，上面呢有被告的名字，就是我嘛。然后还有案件号码啊，跟时间地点。我选的时间呢是2020年的2月28号，就是228嘛，没错，228呢我要去法院出庭。那接下来呢就等2月28号，等我出完庭之后，我再来跟大家说看法庭上都发生什么事情啦。现在是2月28号早上8点多。我现在人在法院外面，我等一下进去开庭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好紧张哦。那个里面因为不能拍嘛，所以我等一下出来再跟大家说发生什么事情了。那我因为9点开庭，所以我现在先去排队进去了。那就先这样啦。好，结束了，我出来了。进去法庭之后呢，法官会先宣读一些你的权益啊，然后才开始叫被告。就所有的被告都是坐在庭下面，然后叫到你的名字才上去啊！我因为我的那个开头是 C 嘛，所以很快就到我了。我上去之后，法官就说：“你今天是因为闯红灯，所以才来这边的是吧？”我就说是。他说：“那你今天想要做什么？”我就跟法官说：“我认罪，那可以请求你帮我把那个罚款降低吗？因为我没有什么钱。”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我的情况之后，那个法官就帮我降低了我的罚款，而且还说我可以去那个交通学校。那最后的罚款本来是500多块嘛，现在变成200多块，真的很感谢那个法官。大家如果在美国不小心收到罚单，然后没有钱可以缴的话，可以试试看到法院去请求法官帮你降低你的罚款。好了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